大家好，歡迎又嚟到建明講經。今日探討下點解有啲人腳腫、腳臭、腳裂，其實係肝出咗問題。今次用廣東話翻譯呢，係一個有1390萬位訂閱叫柏格醫生記人，一齊聽下佢點講。嘿，大家好，今日我哋將通過腳嚟診斷肝臟。當然，我喺度要聲明嘅係，你實際上並唔係喺度診斷肝病，你必須去睇醫生，並俾佢哋做檢查先係整清楚。但係咧，呢個會俾你提供一啲有關肝臟潛在問題嘅線索。好嘅，話雖如此，讓我哋深入研究一下，呢啲只係一啲小指標，實際上可以幫助你縮小範圍。第一樣我哋要講嘅就係冇細細粒紅色同啡色嘅點，佢哋可以大啲、細啲，有時仲會有啲閃閃咗嘅，通常都係出現咗小腿嗰度。呢個其實係血液循環冇，通常都同肝有關，亦都有可能係糖尿病，都可以係其他原因。但你見到有肝問題嘅人啦，好多時都會有呢啲情況。所以其實小腿同腳嘅外觀可以俾到我哋好多關於一個人整體健康嘅資訊，因為心臟要將血泵到落你對腳，再經血管系統泵翻上嚟。通常如果有肝或者心臟問題，無論咩原因都會有血管問題。而你會喺身體呢個部位好常見到，因為循環唔好就會出現呢啲情況，所以好多呢啲問題都會發生嘅離心臟最遠嘅地方。就算好似糖尿病咁，你都會見到腳同手有神經系統問題，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因為佢會影響到最遠離心臟嘅手指同腳趾。咁你會見到小腿有啲紅色同埋啡色嘅色斑，好似一啲細細粒嘅變色點，仲有一種叫蜘蛛脈或者叫蜘蛛痣嘅情況呢，佢通常喺肝硬化嗰陣會見到。至於肝臟發生咩事呢？就係你體內積聚咗好多雌激素，雌激素過多會影響血管系統，所以你會見到靜脈曲張同埋蜘蛛脈，而呢啲通常都會出現咗小腿。跟住我哋有爆裂腳嘅，係咪？呢個通常係因為缺乏維他命 B3 或者奧米加3脂肪酸。點解呢？因為肝臟其中一個功能就係製造膽汁，幫你吸收呢啲脂肪酸。唔單止係奧米加3脂肪酸，仲有維他命 A， 對皮膚有關，仲有維他命 E 都同皮膚有關。呢啲都係脂溶性維他命，但係維他命 B3 都會影響皮膚，其他 B 族維他命都會影響皮膚，因為佢哋同輔酶有關，幫助酵素運作，特別係同蛋白質有關。所以咧，缺乏 B3 會造成問題，呢個病又叫做糙皮病。有糙皮病，即係缺乏 B3 嘅人會有好多皮膚問題。好啦，腳癢通常係腳底癢，呢個係因為液體倒流翻去肝臟，即係肝臟淤塞嘅，有可能係膽汁倒流，令到組織胺積聚，肝臟淤塞嘅，所以你會覺得腳底痕，你仲有可能會覺得腳底痛或者發炎。好多時候人哋會以為呢啲係足底筋膜炎，其實根本唔係足底筋膜炎，其實只係肝臟有問題啫。仲有你會覺得對腳好熱，腳熱都係肝臟差嘅另一個症狀。跟住就係有異味，即係你對腳好臭。點解呢？因為肝臟冇辦法正常排毒嘅毒素就經皮膚排出嚟。通常如果肝臟差，嗰個人嘅飲食都好差，成個身體都塞滿晒垃圾，尤其係大腸同腎臟嘅毒素就會經皮膚排出嚟。所以你唔可以淨係有一個好差唔健康嘅肝臟，但腎臟或者大腸就好健康。佢哋如果有一個差呢，通常全部都會幾塞同唔健康。好啦，壓陷性水腫，即係你用手指壓落小腿會留低個粒位，仲要唔會即刻彈翻起。呢個就係水腫倒流，呢個係一個常見嘅肝臟症狀。跟住就有真菌感染，腳趾甲真菌。有肝臟問題嘅人呢，身體上面會有較多真菌生長，因為佢哋通常腸道入邊嘅微生物菌失衡，佢就會導致身體外面有過度嘅真菌同酵母菌生長，所以你會見到好似頭皮屑、牛皮癬、腳趾甲真菌咁嘅情況。跟住指甲喺呢個情況可以發生咗手指或者腳趾，指甲佢會變白，你通常會發現下邊嗰個細細個月牙形狀嚟嘅，即係 Luna 會冇嘅，所以指甲佢會變白，係因為嗰度血液循環唔好。好啦，睇下個問題就係，到底咩原因會引致肝臟出問題？其實有好多原因，其中一個大原因就係藥物副作用，另外一個原因就係飲食入邊糖分太多，特別係高果糖、玉米糖漿、煮熟咗嘅食物都係。
如果你成日食罐頭食品，佢哋都係經過巴士德消毒，冇食過生嘅，咁樣對肝同腎都會好大負擔。仲有就係完全冇食蔬菜，如果你仲要食埋垃圾食物，咁你身體就冇酵素，亦都冇蔬菜入邊嘅抗氧化物，咁樣都會出問題。飲酒過量，呢個大家都知啦。仲有蛋白質攝取過多，如果你食咗大量蛋白質，身體會產生好多氮廢物，長遠嚟講，咁樣會令肝同腎負擔過重，帶嚟好大壓力。所以如果你有肝臟或者腎臟損傷，蛋白質要食少啲，蔬菜就要食多啲。咁好啦，咁究竟咩飲食對肝臟最好呢？咁究竟乜嘢飲食對肝臟最好呢？如果你想知，留言講我知，我會整一條片再講。記得訂閱我頻道啦。